台湾学生球队伫日本时代足厉害。什么球队吼？伊的运动是除了野球队以外，嘛捌去甲日本的甲组员比赛项目咧。救人好啊！哎呦，一条命就先啊哦！系啊，哎呦，来，自先救人者。哎，救人一个。拿球啊！恁家有棒球无？我想要甲。哦，拿球。拿球啊！讲球。哦，有讲拿球哦。你讲拿球呀？可能啊，拿球呢？凊彩他的迄个咧，他的足球哦，卡球吗？卡球。卡球。篮球是拿球，还是手球？他的叫做卡球。手球吗？手排球。哎，来哦，算一下，差不多。哎，4、3，应该是卡球。卡球。卡球。好，来，卡球对唔对？台湾是伫个1940年的时，即个中央中学，就是台南即个中央中学，因的卡球队去遐比赛，啊，就是迄是真赞的一个经验，好，所以唔是干那野球，有卡买单哦。对，沙克，好，一款的。